大家平安。今天我们4月4号在家会主要来看马可福音的第16章1到8节，主题是胜过死亡。我们先来看金句。那青年说：“不用惊慌，我知道你们在找那位被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复活了。看，这是他们安放他的地方。”马可福音16章第6节。经文摘要主要是在提到耶稣复活了，挡在坟墓前的石头被挪开，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空着了。耶稣按着他之前所说的预言已经复活了。然后我们来看妇女她们的表现，面对这样稀奇的事，按照人的常理就是惊讶不知所措。马可福音的结语不仅出人意外，甚至让人感到莫名其妙。因为妇女们发现空坟墓，遇见了天使，又被吩咐前往告诉耶稣的门徒，耶稣复活了，并嘱咐他们在加利利的山上等候主。但妇女们他们从坟墓出来，却逃跑了，因为他们害怕，什么也不告诉人。这是经文告诉我们的。耶稣复活的消息不是应该让人振奋吗？但妇女们逃跑害怕，这叫读者感到困惑。因为复活逃跑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怎样的一个门徒呢？我们认为复活应该是吸引人，不是叫人害怕。我们相信复活的消息会带来一个新的气息，不是让人窒息，是打开一扇清新宽大光明的门。就好像马太、路加还有约翰，他们描述到耶稣复活的时候，是呈现的安慰、平安或者是喜乐的这样的主题。难怪早期的文士在抄录马可福音的时候在最后他怀着良善的动机，为了马可福音那沮丧的结语加入令人相当满意的补充。马可福音的结语就好像一个运动员，他们好不容易要跑完了，眼看终点在望，正要冲线的时候，那个终点线被拿掉了。原来路程还没有跑完，他们还得继续跑，终点在望。这不仅是马可提出的问题，不也是人生路上的一些现实吗？我们以为终点快到了，但其实是另一个起点。我们来默想，你有类似的经验，是以为到达了终点，但是还是要继续跑下去这样的经历吗？马可福音的结语对你来讲是感到困惑，或者是开启你信仰的亮光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因为你是超然的主，你是复活的主，你所做的是非常奇妙，超乎人的常理。我们面对这样可能就像妇女一样惊讶、逃跑、害怕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借着你复活的信息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面对我们未知的前程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。